来看国光客运为今仔日开始，走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等的各道的路线全面停驶。同时，西螺转运站的经营权嘛收起来了，讲西螺镇民真唔甘。 西螺转运站自2013年开始启用，是国光客运来做营运。不过，因正经宣布，为9月初8开始就全面停止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各道路线，嘛结束西螺转运站的经营。每次回来西螺的时候，都坐国光号。听说我们国光号快要结束了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啦。今天就是来这里把之前买的票退掉，之前都会来这边坐到台北。 知道他8号、9号要停止营运之后，也蛮遗憾的这样。转运站伫咧西螺镇市区，对乘客来讲是较方便。盖起来了后，因就要改去交流道附近的通联站，或者是好买的高铁站。在西螺转运站，国光客运总计有3条路线往台北跟高雄的部分，现在公路局都已经协调由统联客运接手。虽然即马交通工具变多，不过这客运的记忆，相信也是会留伫乘客心中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